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的节目。今晡日啦，大家咧了解咧，伊只冬有意思嘅地方哦，拄到种辣，吼，种辣来片咧，火车在后边咧，后背介只天气咧有一点点。你讲了点点咧，去动动眼咧，你讲佢系咖啡店，伊也系咖啡店。你讲佢系只做啲卖东西嘅，从佢七步店来八步店，幾拉氣。你講介只地方做啲提供本人而家邊上班，有做得咯。除了安用因嘅底下咧，係講一副還有買東西做啲擺貼，佢樣做啲排面型，一副還讓你修理整理。所以你講已經安用在地方係乜嘅地方咧？大家咧歡迎你啲邊個來賓，好好咧了解一下。其實係你夢想界。甲嘅關擺協會嘅總幹事劉秀榮，歡迎。我係劉秀榮，大家好。總幹事有一些緊張，係咪？不用輕鬆，不用輕鬆。今日先幫你做啲有請總幹事來到鴉片同大家來分享，就係木匠的家。好，這個木匠的家是用華語去取名的，係講用客家話來講，就係木匠嘅家。這個木匠嘅家真有意思哦，佢千多年嘅什麼？民國88年開始，88年到呀哈，差唔多18年。18年哈，不過大家談到按用嘅地方就會說，那係用嘅地方誒，佢真有意思誒。你講佢喺咖啡店佢也係嘛吼，你講佢喺一隻做啲提供本人來上班嘅地方也係，對，然後他。青丘也是一個做在像去插包店啊，也係百貨店呀，藝術店、二手店也是，對不對哈？所以今晡日來到鴉片可能青島嘅鄉親朋友還唔知，做啲簡單的講一下冇木匠的家，很用嘅一隻地方。你木匠嘅家哈，差唔多88年開始，本來就想過一隻咖啡廳哈，咖啡廳。本學生嘅啦，附近嘅民眾做得來休息，哈，有陣時做得來看書啊，然後來打嘴鼓啊，哈，來佢依家輕鬆嘅位所，本來就係想講本大家來休息嘅位所，慢慢嘅因為你嗰當時大家是當熱心，哈，就來去一間咖啡廳啊，結果東西冇啊，就人夫還有。咖啡杯就拿了，人家富含天山就拿天山了，哈，嘛該吹富含裡面較多的東西，多啲嘅咖啡廳啊，結果呢東西搶多，你想講又排泄過，人家東西拿轉以後啊，哈，就像後來，你就變得來做一隻藝術店，哈，根本是很多跳蚤市場，一隻跳蚤市場，給數嘅錢也做得。補貼你嘅茶水費哈，所以講你嗰當時就有一隻細間嘅藝術店。唔過我嘅印象地度吼，其實一開始我有按個店，唔係講因為你要賺乜嘅錢啊，主要嘅希望就係做啲而家種那個偏有青島嘅學生嘅，因為喺大學旁邊嘛，對吼，喺太學旁邊有青島嘅學生嘅，有青島嘅外國嘅朋友，錯嘛？係講佢來到台灣讀書嘅時間。一開始喺香港有一隻地方嘅做啲提供本，大家做啲來交流，來認識朋友，學英文也好。嗰種唔係講真嘢會賺錢，嗰種在為有大家講，你要乜嘅你要咖啡嘅東西拿來，大家用鄉下來成立。結果沒想到東西很多，就變二手店。係啊，唔過一下嘅藝術，不過現在變成二手店以後，賣嘅東西很多誒，青島誒，錯冇？因為民眾哈，大家都知道講，你啲東西哈拿來挑剔，拿來變做垃圾茶具，很大眾啦，所以大家就想，有一間木匠嘅家做啲書，嗱啲東西就輕放心的送到你那邊來。真嘅吼，講實在話，比如講賞夫就係，而且他看到商品有天絲哦，其實真嘅可以說是五金百貨跟賞夫嘅百貨呀，做的乜嘅東西都有。乜嘅東西都有。真嘅吼，誰莫講按用嚟整理按用嘅東西，我只想分享一個，就會賣嘅東西就係衣服。
其实公司采访哦，sản婦，因為呀哈吼，真嘅，因為呀哈個成衣廠千度，sản婦也唔會輕貴，290、390，希望就會輕貴嘅sản婦，唔講你可能沒有去穿了，可能邊皮呀，邊皮呀，還狗屎呀，因為問題，大家就會想說怎麼辦？好，希望就挑剔，希望就去別的地方捐贈。唔過公司採訪，你要捐贈嘅時間，你也唔係懂清清楚，你捐贈嘅走向係哪裡？對，所以其實像木匠的家就有2手衣的捐贈，什麼？哦，可以隨時都可以收嗎？有哦，早晨頭哦，床都有該阿姨啊，早晨就拿1包來，講阿師傅啊，邊啊邊出來搬好啦，好，床頭就按樣，問下哦，像按到嘅sản婦，你熟悉了嘅時間，你2手衣嘛，真係有人會買冇？剛開始跟蠻哦，冇啦，大家就想講，佢產婦嘅 Q 嘅人做過啊，不過你蠻環保意識抬頭吼，大家就想講，係啊，拿來手提衣，拿來跳體衣，動物污染，還有浪費，不環保。對，啊就佢慢慢的吼，你蠻很後生人就會願意講來做，了就有很多地做嘅產婦。清楚嘅事情也唔會貴，係，輕便宜。不過講到呀吼，講你有冇該某位產婦會去捐贈嘅時間？說實話，公司採訪，大家嘅心情會知道講啊，真簡單啊，人家產婦唔對做嘛該我就捐贈。可是捐贈還是要經過挑選的，對不對？好，有時候你啲某講你某下嘅產婦已經懶得。這邊一個孔，這邊一個大洞，你就不要捐。對，姑說中鋼之鴉片捐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你們會有一定的流程，或是有什麼要同大家來分享嘅某個規則嗎？你還是希望大家就講你要做產婦 Q 冇要緊哈，但過時咩冇要緊，但係很做的，哎呀是最重要。最重要。有時都你都提供都。咱只太空啊，如果補咩補唔得哈，啊也有嗰種染到色哈，染清理開，哎呀也洗不掉的，冇法度整理嘅，你就唔好拿來。因為公司採訪，你新冠都會提供，哎用嘅產婦可能冇法度做嘅，你就不要去捐贈。有時候去捐嘅產婦，主要嘅目的係乜嘅？就會因為你知道你冇想去做嘅，唔過佢很信心，你知道有一些浪費，你就都得拿去捐。除了捐衣服，還有其他都一樣嗎？有沒有什麼捐贈的流程？比如天絲做得冇？天絲哦，家電啊，係你萬因為當時行嘅液晶電視，所以大家婦下都會用一隻買一隻太隻，啊個 Q 型的就冇人愛啦。但係在你嗰邊啊，天氣師傅當歡喜，佢都爭啊，因為你買那個印象館的電視唔會壞，係輕厚，啊爭啊就有夠用都5年10年。佢一樣會見呢，一樣會見，呀。啲送天絲有冇同鄉親朋友分享？都帶去用見，佢談到講，哎呀，哎用清口，唔過都帶去用見，有名山好看嘛，喺打電話去問。有，我哋有一個賴哈0346838833，你做得翕相，然後寫人家出字，填發本人哋，啊，人家做得喺個在桃園中大富橋呢，你就即刻送來沒做得，順下來看看人哋，嘅有乜嘅好買，也做得都係喝咖啡啊，喝咖啡，歡迎。嗰個簡單講起來，喺講你冇下有東西嘅時間，喺講你係有東西會捐嘅時間，你做點先照相、翕相，然後傳給木匠的家看一下，他有看一下乜嘅東西，做啲寄過去，按樣係冇？寄來也做得嚇，要喺講聽太行嚇，你也做得有貨茶去摘。哦，喺講青苔，用青苔嘅家具嗰種東西，木匠的家也可以去摘。對。哦，喺講你喺啲種啦，也係較權嘅地方，就去家去就做得咧，按樣挺簡單，錯冇哈。所以大家咧，做啲天時都得看到哈，一份救物，一份珍惜哈，這是一個捐物資的流程呐。其實輕簡單哦，喺講大型的家具啦，其實可以用貨車載，唔過輕厚嘅方式就會你會翕相，本大家第一下嘅，喺冇輕簡單的。你就用包裹裝起來，用郵寄的按用嘅方式就做得好。其實這真的就是希望講，可以說是物資2手利用嘅管量。比如講哈，你看現場有一輛輕獎嘅禮服，紫色的，有沒有看到嘅時間就嚇一跳，想講哎呦，怎麼有禮服？就中間是講，這個就是2手的黑毛，而且是經過加工的。因為你有一個對澳洲
图服装设计转来一个设计师，佢挺有观念，讲要过年吼，就做艺术回收，做到清好。你台湾吼无人按样做，所以佢就请到讲，木匠的家庆多艺术sản婦啊，佢就讲啊，做得来老人天数来改造。有啦，我们还要不给薪水啊，你有钱黑嘛，有钱黑嘛。但是佢就正式在人力公司上班。所以你看到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有讲到吼，有许多几片上班要做的，他相片就有看到青岛，原本可能只是一块布哈，但是经过设计师给塞给老剪裁，就变成一件礼服了。对，然后要黑像不同的，像现在有看到一个是包包，那个卡棒哈，变成一顶帽子。边摸要都是从木匠的家变成的新的一个创作，从嘛，而且他家有供到有青岛给你做的很多给片的上班，还有薪水。上班的朋友大部分是身心障碍啊，或者是中高龄失业。是。那像设计师他就比较特别，因为改造衣服唔係太假買，佢願意講來你那邊來太假做，所以你當反去個搶起來做設計師。你可以变上班。我说清创嘅事情係木匠的家，其實19年咯，一開始簡單嘅一件嘅咖啡堂，發展到也下有青島嘅木匠嘅工廠，有青島木匠嘅發通不過慢慢，其實發展規模越來越完整過後，也提供了弱勢的工作，弱勢族群的工作底低。對。呢係你最重要的目的啦，因為藝術再用是大家都會用但係你桃園中大青島人當在工廠被裁員啦，你們工業區蕭條嘛，然後當人失業就做得來到你那邊，也更做更好啦，天天的做，慢慢的發展到你們。而且其實公司開發他們是有技術的。對，有技術嘅，有青島嘅人，比如講你看到嘅青島嘅相片，就會做木箱，對不對？木製品按嘅東西，他們其實有時候是因為有技術，有時候可能係因為環境嘅關係，所以可能現在就暫時沒有工作。可是如果他在很多木匠的家的時候，他就可以利用佢嘅技術做很多按用看木箱嘅專業嘅東西，錯冇？因為青島西來啊，全靠這個動手做啦，佢當可能技術冇按好，但係佢敢也懂好按做，更做就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佢就發展到青後，佢發展到青後，還有就是也有薪水，對不對？然後他自己也會找到自己的定位，對，跟位置。我講述要青後性管度要被吃到工啊，不會覺得好像我失業，好像沒有工作，被否定的那種感覺。好，其實今晡日有像中鋼師來到亞片就會同大家來分享嘅一隻觀念，一隻態度，環保的概念呐，而且還有就是，比如說大家做啲重要嘅事情來提供喊家多給你不同的另外一個就業的一條路，對不對？唔過楊前朋友，其實現在有青島木匠嘅作品做啲同大家來分享，大家聊一下，等下再進來。行到木匠店就睇得到奇奇酷酷同技塑料嘅衫，而每一嘢塑料一啲東西，經過師傅嘅手，就會變出想就想唔到嘅東西。一袋嘅表藝，詳細嘅兩個，老幾那個掉起來，就會一類兩用嘅東西。今天呢，就想說利用他們現有的這個材料，在以不增加過多的成本的情況之下呢，把它改裝成一個平常是可以當一樣是它的椅子，那經過折疊之後呢，它可以當做一個小樓梯。聽到諾貝請來嘅師傅順豐後嘅，就係亞傑藝術店嘅木匠師傅劉水龍，佢63歲嘅，28歲嘅年認真查貨，甚至到下身癱瘓，為坐輪椅未老到安養落去，人生也冇乜嘅希望的。3年2前來到木匠嘅家關懷下邊，學做木匠，下後店後還請佢做木匠師傅，佢將天天嘅潛轉信心。就一直找不到工作大概有10年的時間都沒有工作嘛。我們來到這邊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嘛。
我们本来就是在家里就没事做嘛，都要躺在床上嘛，那这边就会做一些成品出来，我们就大概都会觉得很快乐这样。好，大家都咧看到吼，也讲法嘅短片底度讲法嘅刘师傅、刘水龙师傅吼，第一样片底度佢有讲到，其实有10年冇做事，冇投入诶。因为佢脊椎出车祸啦，脊椎损伤，就冇得停通，就都做复健啦，好啊，但是也钱唔多投入啊。就真嘅冇法度做事就错嘅，那对佢来讲係一個很大的打擊呢，吼，是。你談到佢談人講，佢又唔願意講去依靠家說來啊，吼，冇誒，佢就想要長智力啊，佢你懂，我是都真感動啊，佢就想講，能做我就要盡量做啊。做古數佢只要係按用嘅機會，結果就去到木上嘅架嘅片做木工的師傅，對不對？不過一開始我有看到，那我而家木工的師傅，對不對？佢係欣賞係冇，哈哈，係木匠的家油廠來嘅木上嘅欣賞來搞技係冇。哦，古數佢來搞結構嘅時間，差不多有3個月哦，10個禮拜啊，這就是一個培育計劃嘛。從某年就你找一個木匠嘅師傅去搞技，結果佢就會，唔過叫我按會哈，你按有好心就會哦。咩？佢後擺吼，忙出車禍以前吼，佢喺做釘板模啊，打水漿誒，所以佢做用工具佢都曉得，但係正經要做工就唔得啦，就老師來指點一下，提下佢就提過，哦，嘿，原來按樣做，係按樣做法咧。古早佢嘅好事就較夾，唔過較唔方便嘅就係因為有青島嘅做嘅木製品的一種材較高較重，唔過藝商吼佢也應該會輕快咯，從無，因為佢要知道雖然有按樣嘅打擊，唔過也還係做啲靠自家嘅力量來做事。哦，你也像老師講，盡量吼做一隻西方嘅東西啦，因為佢就冇方便嘛，個西方嘅東西對佢來講就真好，所以佢你們做嘅東西真多，真正。其實現場有青島嘅作品係咪佢帶來嘅？嘿，就係做嘅，像你很多都是細細嘅東西誒，比如講像要細細嘅東西，也係乜嘅東西，也係一個。你很多鑰匙圈啦，你做得吊起來哈，不用鑰匙都去哈，然後要做得把都人家皮帶哈皮包肚啊，要做得哈，你就是迄木頭啊有。你樹都家己有的用得啦，有的用得，但係件木頭真好啊，你樹頭真好，所以講挑剔去小剔行啊大爽哈。那因為個木頭的色無共樣，佢做得用了無共樣的色可以做一隻變化。古說唐你按講，唐仲剛上講，其實有青島嘅你會捐贈東西等你嘅片，或者賞夫子會有很多人會捐大型家具，共識才把有些大型家具引供你的修繕，係做得用嘅。對，不過有一些真嘅冇法度用嘅，因為真嘅用唔到，你就會拿它的樹頭木材來做利用，係冇。因為你桃園市哈有個大型廢棄物回收再用那種計劃啦，哈，就很多休息站，所以你們就變到物品可以在我們這裡修理以後，讓大家珍惜再用，所以所謂多的東西挺多，像那哈就會細學生的個做燈的啊。哦，你都好長哎，就是國小裡面那個淘汰的課桌椅，一直很回味耶。以前嘅像你還沒很快，你要說哈，冇叫我都跳公公，講留一隻歷史記錄啦哈。也做得也你去家做也有手工課程、木作課程，大家做得來好。不過簡單講，嗰種剛剛講嘅按用嘅東西，就係學校課桌椅冇嘅挑剔嘅，唔過伊冇法度用嘅，唔過嘅書條可能以後，比如說木匠的家就把它拿起來，再重新再製。對，像現在看到就變成它可以放在桌上做一個輕電膽嘅，像放電腦嘅，對不對？螢幕架，然後哇，這個這樣子很好，而且我知道哈，按用嘅故事簡單講來哈，它其實是一個循環，對不對？它是一個循環。第一，
黑共有嘛该东西某用体都得捐赠。第一个这样就不浪费。第二，捐赠之后用的呢，我们可以再造。再造过，像现在大家图片看到的名片夹就是再做的哈，非常的漂亮，精致又轻讲。按有给再造沟后呢，再造的沟场低度，你又创造了工作机会，没错。哦，你创造了工作机会之后，有按斗给你了鸦片周 C， 然后也创造了另外一个经济互动。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木匠的家一直以来很努力做的事情，所以其实现场就会有青豆给作品。那这一棵圣诞树嘞，看一会就会，你底下嘛该东西做点分享一下嘛。另外哈，就特别介绍一下，你员工底部度哈，有身心障碍也有哈，年纪大、中高龄失业也有哈。但是廖家小姐啊，佮要手工当巧，佮。亲尾来到木箱的家时，佢就看到嘛，该东西佢就讲，利用，你还没会好好用，好最近圣诞节嘛，佢就讲，圣诞节分小朋友去给他做一张手工哈，佢就想办法讲，你也有到杂志啊，哈，还有电子啊，用唔到啊，跳跳要去浪费哈，佢就来扎，就变做一张圣诞树。哦，佢做爱做青环艺哈。嘿，他佢就搞你的学生的，有上次有学生的要来参观，就比佢要做一张带转去做纪念。不过唐讲其实因为讲到鸦片，其实冇想嘅。家有提供青岛某乡嘅弱势族群的周 C 嘅基地，除了给他看到嘅留太狗有冇做木箱，唐工也有一个其实，比如说比如讲可能听障的朋友也有这样的。对，我们要叫 CRG 就会听障，就会可以，但是佢亲我想做嘛该东西，佢懂乐观，给提供个不要一直在那里悲观，哈，所以他是懂积极，所以佢看到嘛该东西，他就说采木匠的家按多东西做得用，佢就想办法讲，俺老给变化。古说佢遐伫木箱嘅家上班，嘿，好，佢主要就会做，佢主要去做嘛？做门市管理，门市管理，对，黑兄伫柜台按样嘅嘛，黑讲有人来，佢会让人招呼，会介绍嘛个东西，有都用排泄讲法，佢好做得，佢虽然谈唔多，好，佢会懂会读唇语，他非常好，会读唇语，对，他很努力，对，很努力，然后也希望说每一个来年下哈，同埋在木匠嘅家做得真欢喜，然后好多了做环保。因为其实我哋总干是来到鸦片嘅时节，要想讲，到底要用同大家来分享用嘅故事吼。其实根本嚟到鸦片也唔係講乜嘅太套利啦，真嘅就會講，其實有一群人按樣嘅做，其實按樣嚟做，是希望講種按樣嘅觀念做啲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做啲做同樣嘅事情吼，盡一份心力。其實去到嗰邊做，大家有看到劉太國係，大家看到因為茶煲嘅關係，也聖誕樹，睇住講係一個差唔多嘅細人妹做嘅，唔過佢也做到真歡喜。比如講，係講有乜嘅像係。像大家都底沙菲底都有像嘛个雅斯伯格症，有嘅，佢可能雅斯伯格症佢唔係有問題，佢可能唔啲用嚟同大家來社交，對不對？像這樣子的話，啲木匠的家也會有按用嘅朋友啲嘅片做誰從冇？有，其實雅斯伯格症大家就想過佢當自閉症，但是每個人的表現冇同樣，哈，也有人懂內斂，也有人親好老年交配，哈，將係有一個榮耀哈，佢就親為老年下介紹東西，所以人講冇啊，佢看起來也冇像自閉症啊，但是佢同歡喜，因為佢出嚟，你那邊上班就7-8年啦。按久誒，7-8年來佢交7度朋友，佢要同歡喜講，我出嚟上班要做啲介紹你做嘅東西。迄邊也有青島啲嗰邊特殊嘅關愛嘅職工，也係朋友去到嗰邊交流。因為我記得迄邊木匠的家好像也有類似像沙發客按樣嘅服務，有嗎？以前係嘛？你們很多志工小屋啦，志工小屋，那個國外來哈，有的要帶台灣做遊學打工，木匠嘅家有提供按樣嘅空間係嘛？按好哦。你講來到鴉片，第二期都來片，還可以去木匠的家。現在還是有陸陸續續在做，對不對？有，還是有。大概會在網絡上看到，有一家志工的一個機會，來那邊做志工，也可能去做木箱，也可能去老人的整理衫褲，係同埋都做。
按用亲好呢，迄个有我一个朋友来到台湾个搞聊嘅时节有冇？有做啲打工度假有冇？交换宿嘅时节做啲迄种木箱嘅假有冇？做啲做整理一下二手的裳服啊，希望就要做啲做木箱啊，有冇？唔講嚟講嘅技術真難哦，唔係咁簡單嘅。做對啦，像那按吼做好以後攞啊，攞米片，攞啊，還有像保護漆啊，你咁啊做對。像啊，你們就一個日本來，佢要好中國化，係要攞好印尼化，佢就講來這邊。打工嚇，佢要做啲老太家健康化，日本嘅朋友嚟到鴉片同大家，而家做木箱啊，出去磨，對不對？上亮光漆嘅時節，就做啲同大家嚟學習按用講華語，講華語嗬。不過其實係有青島有意思嘅東西，同大家嚟分享嗬，聊一下，等下廣告。今日真嘅請歡喜做啲有請到總幹事嗬，來到鴉片同大家嚟分享嗬，按有意思嘅事情哈。其實第一台灣有青島某樣嘅地方，很多的角落，我相信有青島嘅人都做按樣嘅事情，可能大家唔知聽聽嗬。唔過也係講大家第一就慢慢的一起來學習，對哈。唔過哦，剛才講了好多，對不對？你想看啊，每個人來到鴉片，其實有背包客小屋，這是一個類似打工換宿啊。我們講到鴉片有提供某樣嘅人，睇弱勢嘅族群一些租稅嘅機會，係講你真正愛來鴉片零價比做得來賣東西、買東西也做得哈，哇，真的是乜嘢都有誒。不過講到鴉片，又有一個新的唐貢呀，還有提供家庭修繕，係冇？哦，你係因為吼，你老桃園市政府有合作，你要環保再用哈。是啊，是社會局要有同急難家庭啊，像有的獨居老人啊，哈，要有火災戶啊，或者一些家庭一些意外，好，那個社會局都會去到去申訴，但係冇人講啊，木箱嘅家就會有，冇知講，木箱嘅家就青島，也有按多嘅材料，好。純的木頭啊，然後都做得去當啊釘，來天數啊。按用型哈，我說其實真挺按用輕鬆因為有時候哈遇到這樣的意外，或是家裡需要很緊急的這種救助的時候，大家莫想個按真挺輕簡單哦。有時候你真的發生一下係唔點用嘅曬，好唔點用做哈，唔點樣嘢攞嚟同天數。真嘅，也係講有一群人。唔事錢係冇，就係唔是懂多錢，唔事錢，那種救濟救難的話是不用錢。去到你嘅部下同人部下整理，對不對？去講人部下用真的需要嘛？該木質的家具，搞不好木箱嘅家還可以幫忙你。社工還會開單的啊，講哦，佢可能要一隻桌子，要一張面床，你就準備好送。唐貢係咪有一個老婆婆嘅故事？佢吼有一個佢都講很多外省老兵啦，哦，但年紀比較大，過身體以後，佢一個妹天天妹要嫁人啦，佢即個財富下帶可能佢都講冇出嚟，唔啲香樣辦隔壁連生樣辦狀態都幾門執半薄隻啊！嚇，冇門，喺背門啊！哎呦，講嚟，佢做啲講係獨居老人錯嘛？錯，社工就聯絡人哋講，做得攞去做一隻門門本人辦正有可能。係啊，真神奇。因為有人一般來講，喺個偷東西喺頭拿買東西喺較值錢嘅東西，可能係安樣吧。佢將個鐵門拍起啦，因為佢有腦性麻痹，佢去個一撒帶，啲香樣辦人都個那天。冇門，結果冇門，基本上是要當親人啦，社工就講有辦法做一隻門俾啵，凊彩咩好，他做得雜房在按照好啊，係啊，所以講。
你就许多哎，真劲吼！第一沙飞底都嘛该事情不有吼，有轻头的事情嘿你凶很多嘿。好，一般人在家里都闯空门呀嘛，嘛该东西，就终于无下个事情无下门本人白走嘿。或者有某想给改造的周安勇给修缮吼，你看安勇的功能就发挥了，对不对哈？而且说实话，公司开发你们去修缮那个东西也是环保再利用的东西，你不用说哦再去花钱，太棒了哈！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对，对，你的工作人员来讲，也系一个成就感。讲在那边上班，去家赚钱，休一家又做得人天数。心情无共用，好好，真是心情无共用。不过讲到鸦片吼，其实我想给家按多年的，按多年。下来哦，真的东西清多，从无，而且你想看啊，现从带来的当然是细细的东西哈，细细的木箱的一个小玩意儿哈，细东西真有意思。不过其实有大型的东西哈，细型的东西也好，故说慢慢黑美有嘛该有一个再生木作展黑毛。哦，你参与后，你做了很多东西啦，就想讲来推广一下哈，因为大家都提过木头哈，你们爱去中泰树来唔差啦，无啦唔差啊，你树都按多的木质家具哈，跟木头又很厚啊，所以你就做按多的一个设计哈，然后制作以后，礼拜就做一只按用木作展。公司开发吼，跟中干树共同吼，因为大树来不及长大哈，不过以前真给可以用轻厚给木头真的梳头都是实心的，有没有？以前 Hinoki 给我们妈妈给衣橱都是 Hinoki 做的，有没有？五斗柜都是 Hinoki， 可能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它可能就送到那里去。可是都是轻厚给梳头。你都亚哈泰嘎去大卖场买的哈，就是那种空心的密集版的，密集版有时候很贵，几杯同你讲给卡厚给密集版嘞，能够真给。所以现在到了那个木作展，也是有很多以前很好的梳头做的东西。嘿哦，你就讲小学生的课桌椅就那都是很实心、轻厚的木头啊。嘿，所以故作公路鸦片其实按钮跟木作展是在11月到12月中旬的时间，有青头给你去看吗？有啊，青头影就想说。很多听都已经好点木头的东西，真的，因为想要回归好大自然给港口，真的亚还有你真的比较喜欢木做的东西，因为感觉好像比较亲近。对，所以这就是木作展，木匠的家木作展哈。其实亚黑历史中干树待了一个哈，他这边写的哈，他说少砍一棵树，成就一件木制品哈，泰嘎 Q 哈来参加按钮加次给行通哈。对，不过我们单枪按钮你哈。事实上，你们还有那种手做的体验课程，黑猫。系啊，就不定期哈，礼拜六啦，还咧按不头哈，有限的时间，你都会开课。不定期的开课。大家就来，因为木头轻多嘛，对于你来讲不是问题哈。请老师。梳头轻多，没问题。大家喺讲有兴趣吼，就大家来吼，做公益按钮呢。不过吼，你还看不过公司他把后面还有一个，除了在座的木作展之外，有一个老物市集，漏东西嘅市集，系吗？你今年哈，你也填的是啦，就有一个在个动态公园这边，就欢迎大家来，这个东西拿出来卖哈，或者老人分享哈，所以就叫老物市集，那个跟咩青老嘢，大家都提到哦。哇，按多东西空在副下拿出来本大家看看啊，大家有去做的。哇，你多东西我没看过也不是看过的东西啊。我觉得哈，大家有谈过哈，其实现在老物，我觉得亚就会一个循环的过程。我觉得人很有趣。以前的钢铁你的那务农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要发展，一直发展啊。发展到亚哈可以是黑狗口机跟时代的时间，大家又复古会去收集以前的笔耶，好以前的嘛轻规你底毛吼，太讲啊，迄排水讲哦，迄讲你迄都嘛该台北市嘛该掂吼，一个玻璃杯哦，想看哦，以前爱做生意的时间，妈妈用给装白开水，觉得好丑，对不对？一个玻璃杯上面还印红红的字，有冇？觉得丑丑的，爱之前在店里看到要900块这我看到个价钱是想讲要天价吼，怎么可能卖？可是泰卡就会慢慢的要收集以前的漏东西。
变成一种收藏，越来越少啊。对，可是呢，黑公你买用的东西，你转去阿公阿婆那边，阿婆你看呀，毕业按规阿婆，哎呦呀，以前还不好就青岛，然后空意哦，你要厨房找找看。所以按用给老物市集一定有这样的惊喜。对对哦，青岛人都空清旧的东西，还有以前像迄嘛个唔迄碰灯哦，来讲的迄木做的椅子，有冇以前木做的？泰丽莎，嘿，泰丽莎。哦，大理石给种个椅子，有冇？以前就是家家户户都这样，那现在都变古董。对，好黑某就会茶壶，因为大家特别就想讲。带爱物吼，爱物带到七毛爱带啊，就想要起太了，起太了就有要拆退，拆退就拿来跳退啊，烧退。啊，你慢就想到个啊，这东西很大众，哦，我亲到朋友来到目前我嘅家就讲啊，这爱特别爱富还没有，菜厨啊，嘛该都有啊，啊你嘛哎，就那去，唔记得哦，唔记得。菜厨很重要，以前啲客家人嘅。乡亲朋友听说啲冇听说乡亲朋友压含油哦，含油哦，啲个厨房的时候，唔会有那个菜厨就是有那种门推开，然后一层两层，冇冰箱啊，一层两层就不用，然后有抽屉都得拉出来，然后不高，对不高，那就是以前的厨房给时间按有给菜厨，以前都觉得那个东西给这种东西，我妈该好珍惜。你说要他有青斗给你们去找按有给菜厨，放到家里，他觉得好复古。以前家里俺没吃到，俺家里好像还蛮多老物的。这个专业情况啊。故说今本日同大家来分享的就会讲，其实有像总干事来到鸦片就会分享按用嘅观念哈，按用嘅态度。迄讲你给抹下有青岛，我们说老物。漏东西，迄讲你冇会用诶，你呀吃到唔对的标那一片，也还跳起吃到请大宋嘅时间真紧，上攀把松起冇上给夹，这东西你就得用机诶，太东西你就得亲自摘过去，迄讲你吃到亲自摘过去轻麻烦，你搭天发联络一下木匠的家，你就得用。货车去帮你在好好的服务哦，你胸口那好好，对不对？然后青创一个事情，按用又环保，然后又可以跟不同的人分享，超好哦。古时候给我们整体性分享，有像总干事的都鸦片同大家的分享，迄个有乜嘅行卡好嘅乜嘅展览啊，对不对？乜嘅发通啊，日日同大家分享。好。冇嘢啊，本来你有机会来大家分享本来就会分享暗号嘅事情哈。好，乡亲朋友希望大家系咁冇下前有东西做啲分享，日日拿出来分享哈。唔过聊下咧，斯莫理解总干事嚟到鸦片，听下嚟时间咧，大家都做认同了。